好，我是梦欣老师。平常时咧，人家就会投入动物汗，鼓手运动的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今日呢，梦欣老师会带大家来跳尊巴有氧，是热气的运动。一开始，人家就会先来做暖身运动。第一个运动是脚打开，脊椎伸展，手往上。人家就底下停留5秒钟。5、4、3、2、1，記得咯，人家就會思物咧，會夾起來，肚子會用力停留5秒鐘。第二擺，5、4、3、2、1，非常好。第二個暖身運動係側腰伸展。人家就要老人的右手伸起來，存到耳片，聽到呀？5、4、3、2、1，穩片同樣係5秒鐘。5、4、3、2、1，接下來咧，人家就要用肩膀來挖鉗呢。1、2、3、4、5，穩片。1、2、3、4、5，接下來，人家就要愛腳踝的暖身，挖鉗呢。1、2、3、4、5，非常好。換另一隻腳。1、2、3、4、5，非常好，大家就跳得動好哦。接下來，人家就愛配點音樂來強下動態的暖身。保持呼吸哦。第一個動作，膝蓋抬起來，夾鬆樹，保持呼吸，踏壁。手挖鉗呢，還有膝擺，保持呼吸，夾鬆樹。從頭，抬膝，夾鬆樹，大家就表現得當好哦。接下來咧，人家就會進入尊巴有氧的運動。暖身做完之後，我聽等老師來繼續尊巴有氧的運動哦。還記得上擺運動中冇？人家就要先來複習一下上半身的律動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還有哦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
然后就张呼吸100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再一度哦，加快速度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就做到同好哦。接下来，人家有新的课程是下半身的臀部扭转。先来思维咯。1、2、3、4的时候，人家就会脚会踏到，人家就会右脚。稳片啥？2、2、3、4，我起过来。再到3、2、3、4。稳片4、2、3、4，看清楚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改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。接下来，人家就来学脚步。人家就脚步要向后面来行。1的时候往后面，2的时候点。摸一片，3、4，过一摆，5、6、7、8。改度哦。脚步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安尼好尾嘛？再度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来，人家就会加上臀部的动作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过一摆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改一遍哦。记得咯，人家就会思维会挖钱呢，老家下强用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除了脚还有臀部之外，还有数位动作哦，数位挖钱呢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数是强壮的挖钱。再度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记得咯，要向后面行。改变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有看到老师的脚无？要轻轻的向后面，脚要点到前面，思维要向下，不用下来，稳一片，不用下来，稳一片，不用下来，稳一片，不用下来。改到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就做到同好，加快速度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再加快一点点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
非常好，大家表现得同好哦，解到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接下来的动作是往旁边踏一步，1的时候踏一步，并起来。2、2、3、4、3、2、3、4、4、2、3、4，加快速度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加双数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来，俺就要2只动作全部加强下。准备咯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安尼，大家有好背嘛？讲一遍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改一遍，加快速度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接下来俺就要配音乐来练习一下。准备咯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加一遍哦。准备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加一遍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加一遍哦。准备。5、6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3、4、5、6，加一遍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安尼，大家有好尾也只动作无？接下来，俺就休息一下。